欢迎光临赤佬奶茶，我是主理人阮自金。大杯888，中杯688。啊，一杯奶茶888，把了个吃烂的眼。干嘛拿一杯绿子鸡？杨帅哥，金公主，吃好饭吗？还要吃点什么饮料啦？啊，杨子噻。哦，太冷了，哈哈，我想喝个奶茶是吧？好的，一句话的呀。哎，那个前面那家是奶茶店的，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排队啊？生意这么好啊？这什么赤佬奶茶？哎呦，杨帅哥、金公主，赤色的奶酪呢？你妈吃过了？啊，才黄叔叔版都没吃过，想吃，想试试看。想吃的金公主，好的，那我们弄2杯好了，尝尝看。欢迎光临赤佬奶茶，我是主理人阮自金。请问要大杯还是中杯呢？耶，什么中杯大杯了？我还没说我要点什么嘞。因为我们店只有一款奶茶，云顶赤佬茉莉雪芽，大杯888，中杯688。啊，一杯奶茶888，你奶茶里面镶黄金了。被说对了，大叔，我们会撒可食用的金箔，而且我们用的是海拔1200米的茉莉，搭配新西兰进口稀奶油，最后还有我们的王牌赤色奶酪，1层的，还真的镶金的呢。哎，哥哥吕子金啊，我不管里面加什么料，对了，你一杯奶茶卖888，不像样了，太过分了。那就是你不识货咯，那你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咯，麻烦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，你不要喝的话就让给后面的客人好不好？我每做一杯奶茶都需要45分钟，今天还剩下3杯的量了，麻烦你走开好不好？哦呀，不喝嘛不喝，谁要喝你888一杯的奶茶了？真的吃饱了金公主，你想喝一杯的，抢尝尝看。干嘛拿一杯绿子鸡？帮我一杯，拿一杯好了，真就看在金公主的面子上了。我正常是我谁来买你这种奶茶了？赤佬奶茶了，你赤色奶酪这么值钱了啊？哎，黄叔叔，我们去前面喝霸王茶姬吧。我看到正好有抹茶的新品，霸王茶姬可以，没问题啊。那杨帅哥，我们2个也去弄2杯奶茶吃吃。哎呦，还是抹茶系列，杨帅哥你最喜欢吃抹茶了啊？对，一抹3月，月抹金山了啊！我一个买1杯啊，杨帅哥。好了，杨帅哥，黄叔叔买好了呢，2杯抹茶的呢，这杯这个有奶盖的给你呢，杨帅哥啊。这个黄叔叔先尝尝看啊！哎呦，蛮灵的，鲜爽又有回甘，这个抹茶和牛乳放在一起，哇，赞得不得了，这个味道。杨帅哥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金公主真的很好喝的，黄叔叔给你买1杯呢也。哇，黄叔叔，我这个月抹金山也超好喝的，它上面有1层奶盖，还有咸海苔，哇，再加上抹茶，这个口感简直绝了，这口感层次超级丰富的，哇，超好喝，我超喜欢。金晨，你要不要尝尝看？真的超级好喝的。怎么样，金公主？还是好喝的。黄叔叔跟杨帅哥不会骗你的是吧？什么？比你那个888一杯的还要好喝啊！哎呦，那我这个钱不白出了吗？那个赤佬奶茶不是人吗？还是霸王茶姬了，2杯才几十块钱是的。哎呦怎么了，杨帅哥？手机没拿。哎呦，你这个小伙子怎么丢三落四了？干嘛赶紧回去拿呀？哎呦，真家伙的！哎呦，杨帅哥你怎么丢三？看看，赶紧手机在。这个是你的了。哎呦，你这还好是没丢。哎呦，手机还在录视频了把07奶油混进去啊！哟，杨帅哥，你这个手机录到了不得了扎劲的东西刘子金啊，你要听听看你刚刚说什么都被我录下来了你888一杯的奶茶还敢用07奶油你要皮了你，还没人家的好喝去我现在就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就举报你，还赤佬奶茶了，把了个吃烂的眼。